呢一個係名為堪斯丁嘅世界，而呢一個世界被一片濃霧所籠罩，真係乜都睇唔到啊，同我個未來一樣。而呢個世界嘅冒險者喺迷霧中尋找珍貴寶藏。冒險者嘅直覺同我講，呢度一定有好多稀有嘅魔法書嘅。當然亦會結識到不同嘅伙伴。呢個係我哋隊嘅法師麗莎，打個招呼啊 Hello 啊，我係麗莎，我哋會永遠懷念你噶，麗莎。佢仲有救啦，好冇？唔通你就係傳說中可以復活隊友嘅賢者？賢者？唔係啊，我係死靈法師喎。而身為轉生者嘅咖喱，自然得到女神賦予嘅強大能力，能力就係瞓覺變強。佢哋討伐咗野豬，消滅咗食人花，擊殺無數嘅史萊姆，冒險嘅旅途可以話係一帆風順。直到呢一日，佢哋遇到咗史萊姆大帝，呢隻怪物嘅強度遠超咖喱嘅想象。放心啦，咖喱，我之後會用死靈魔法復活你嘅。就喺即將全軍覆沒之際，咖喱瞓覺都可以變現技能，喺昏迷中發動，完成咗升級。力量大增嘅佢，一刀就結束咗史萊姆大帝。冒險嘅旅途總係充滿住驚喜同寶藏，當然亦伴隨住危險。咦，咁啱又係你嘅，得閒飲茶啊嘛。而呢一個就係咖喱透過瞓覺變強稱霸世界嘅故事。本動畫由仗劍傳說贊助播出，快啲嚟仗劍傳說同咖喱睇唔同款嘅異世界生活啦！快啲訂閱啊！快訂閱啊 ，like 啊 ，subscribe 啊，知唔知啊？快啲啊，快啲做啊，爭你一個咋，快啲啊，知唔知啊？知唔知啊？教你。